央视解说道，那次碰面之后，对方这款战机就没有在中国近海附近出现过。报道当中提到的外军隐形战机，不是美军的，就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-35A。据日本朝日新闻网站在10月1号的报道，日美澳三国在9月29号到10月10号期间，以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为中心，开展代号为50道卫士25的联合演习。一共有24架 F-35A 隐形战斗机参加了本次演习。关于这次演习的目的，日本媒体报道说，旨在强化在作战部署、维修补给等环节的协同配合，提升体系化作战效能，并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强化威慑力。这是继今年2月在关岛周边举行对抗北方25军事演习之后，三国第2次开展 F-35A 战机的联合训练。参加这次演习的兵力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部署于三泽基地的8架 F-35A 战机，警戒航空团1架 E-2D 预警机，美国空军投入8架 F-35A、8架 F-16。1架 E-3G 预警机、2架 KC-135加油机以及230名人员。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也是出动了8架 F-35A、1架 KC-130A 加油机、1架 C-17A 运输机以及160名人员。所谓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强化威慑力，其实就是威慑中国的代名词。难道这就能吓到中国吗？咱们中国空军呀，早就能发现锁定模拟攻击 F-35了。在今年的5月30号，央视军事曾经报道过一段10秒的视频，画面中歼116战机飞行员冷静报告说，目标信号消失，判定已摧毁。针对的目标就是隐形战机。当然，判断已摧毁，这是模拟攻击当中的用语，代表已经成功锁定目标，只要按下按钮，目标几乎无法逃生。而近日在央视播出的必胜军事节目中，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歼116战机成功锁定过2架外军隐身战机。据参加过93阅兵的空军某部飞行员李超回忆，去年在沿海驻训的时候，他驾驶国产歼116战机遇到了2架外军隐身战机。他说，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的领海线，他的意图很明显，就要来挑衅我们。第一次交会完以后，我已经锁定他了，他另外1架战机就强行的脱离空战圈来锁定我。李超继续精彩地谈到了那一次的情景。当时我顺势就把我的飞机拉起来，然后做了一个铜滚，就是在他的头顶上倒飞，我的座舱盖和他的座舱盖也就10到15米。做完这个动作以后，我是同时锁定2架，最后他们2架都走了。央视解说道，那次碰面之后，对方这款战机就没有在中国近海附近出现过。报道当中提到的外军隐形战机，不是美军的，就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-35A。连我们的歼116都有把握锁定他们，更何况我们的歼20、歼35呢？印太地区本来就是自由开放的，但是没有他们欺压、威慑、侵犯中国的自由与开放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聊到这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飞评论，下一期再见。